係畫圖，我寫字，我都係用呢個3B 鉛筆，我就一路留低個鉛筆頭啦。4年前我爸爸離開，整呢個工作室嘅時候，我揾到一盒完整嘅3B 嘅斯德哥嘅鉛筆，同埋更驚訝嘅就係、竟然佢都係留鉛筆頭。呢一個咁簡單嘅鉛筆頭就連結咗我哋兩父子。人同物件喺我哋即係有生之年就係一種依附嘅關係，呢個算係我呢個系列嘅第一冊。我就首先寫咗66件去探討一下呢啲物件其實喺我哋生活裏面扮演一啲咩角色。即係如果我哋有朝一日離開咗，佢點樣繼續延展佢嘅生命咧？所以我就用咗不斷不捨不離呢一個咁樣嘅書名。呢一個項目佢唔單止係一個最原始嘅呢個文本嘅創作，佢可以變成一啲展覽嘅內容。我哋就做好多交流分享過程裏面，可能都會將個問題提升到一個某一個高度，即係傾到一啲好內心嘅問題。但係有啲朋友一攞起個文件，佢就開始喊。身邊嘅朋友俾好多嘅能量出嚟去支持呢個朋友。我唔敢講話即係呢件事有咩社會價值，或者甚至有咩意義。嗰個價值係大家一齊創造嘅。閱讀對我嚟講，佢其實已經超出咗話純粹我哋紙本嘅，即係包括最近最流行嘅一部動畫咁樣，即係我都有睇嘅。OK， 咁多元咁複雜，正正亦都係構成咗我嘅思維嘅各種嘅面向，都話係一個信息爆炸，即係一定要有個重點有一個焦點。我自己有自己一個整理我呢啲所有信息嘅體系，我經常提醒自己，我嘅一個長久嘅追尋會係啲乜嘢內容咧？譬如我最近嘅閱讀，我反而係我睇翻好多我年青時候關注嘅一啲作家，即係反覆咁樣翻去自己一個初心。我都好在意，即係年青嘅朋友而家喺度諗緊乜嘢，因為坦白講，未來係佢哋嘅，最好我哋能夠一齊一步一步咁樣向前行。